咧，就可以從以下呢個三角形去解先。咁以下呢個三角形咧，就會產生咗一個等高模型。咁會產生咗係左邊、右邊，佢哋高係相等嘅，所以佢哋嘅面積比咧就會等同於底之比。即係例如底係3:2，佢哋嘅面積都係等同於3:2。咁呢個咧其實可以調翻轉嚟用嘅，咩意思咧？例如佢哋嘅面積係45同埋25，你可以反之求翻佢嘅底咧就係45:25，即係等於9:5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有等高模型嘅話咧，底之比等於面積比，面積比會等於底之比。咁所以呢條題目咧，我哋就會直接從呢個概念去開始。我哋睇一睇題目啊。如圖所示 ，BC 等於45，BC 係右邊成條邊咁長，所以大家標上去。然後 AC 等於21，底邊成條邊咁長，簡單標上去。注意 ABC 分成9個面積相等嘅小三角形。請問 DI 加 FK 會等於幾多？咁我簡單標一標 DI 喺邊度啊 ？DI 就係粗線部分，45裏面嘅其中一份。然後 FK 呢一條邊咧，亦都係21其中一個部分。咁大家咧簡單將題目標示上嚟啊！好，咁你繼續啦。咁呢個題目咧，佢今日要揾邊長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我哋已知好多嘅面積部分，所以咧，我哋嘗試用等高裏面面積比係會等同於底之比。咁我簡單寫線段比嘅概念啊，去完成啊。咁所以跟住嚟咧，我哋就會用以下呢個做題手段去完成。首先咧，我哋不妨先揾咗 DI 先啊。其實咧，如果你要揾 DI 嘅話咧，其實係相當唔直接嘅，因為 DI 咧，其實你可以明顯感受到佢存在嘅三角形底邊咧，就好明顯呢個綠色部分啦 ，DFI 係咪？咁但係 DFI 點解唔能夠直接做咧？因為你今日淨係得成條邊呢個長度 ，DI 已經屬於一個部分，所以其實做唔出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切嘅時候咧，要整體咁樣切。咁咩叫整體咁樣切咧？你可唔可以以 BC 為底邊，分成兩個等高嘅三角形先咧？咁大家望一望啊，以 BC 為底邊，分成兩個等高嘅三角形先。OK， 咁我請人讀個英文字母出嚟啊！咁啊，子希同學，你試下講其中一個係 DIF， 咦？呢個咪頭先嗰個？佢嘅弊處咧就係佢冇利用到成條邊，所以做唔出嘅。係，咁啊，葉明學先講。ABD 可以 ，ABD 咧係其中一個三角形，而另外一個咧用另外一隻顏色筆寫啊，就係綠色嘅，叫 ADC。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，第一步咧，我就可以用粉紅色顏色筆寫啊，就叫三角形 ABD 等高三角形 ADC 啊。咁因此咧，佢哋嘅面積比就會等於底之比。咁我用粉紅色筆再解咗一次啊，咁就會係 ABD 同埋 ADC。咁所以咧，呢度咧其實線段比你好明顯係唔知道嘅。咁但係我裏面知道有幾多個小三角形，大家一齊幫我數一數。上邊呢個 ABD 有幾多個？兩個。下邊呢個有幾多個？7個。使乜數啫？總共有9個，用咗2個，咪剩低7個咯。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ABD 2個 ，ADC 7個，每一小
少個面積相同，因此三角形 ABD 比三角形 ADC 等於2:7，係等同於底邊嘅 B 比 C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係順利通過面積比咧係揾出2:7，同時間推到去到 BD 係2份 ，DC 係7份。咁樣哦，講得清楚？好，咁話咧，咁我先幫我計算一下，那我請你幫我計算一下。可以做出來45，可以看出來上面2份，下面7份，分成了幾份？9份。45分成9份，每一份是5。我要找的是 DI，DI 是在 DC 裡面，7份是多少？冇錯，所以大家咧跟住白計咁樣寫啊 ，DI 咧就等於45除以9，再乘以7，等於35咁長。唔係 DC 咧？唔好意思，考佢報 DC 啊。咁咧，呢個係第一步，去揾出面積比同遞子比，有冇人學？講得唔清楚？冇話咧，咁到最後一步就最簡單啦。咁我將個三角形解出嚟，咁你話俾佢知係幾啊？咁個三角形咧叫 DIF 同埋 IFC。咁呢個請阿波數一數係幾啊？綠色同綠色。好，做完，咁呢個請可以明同學係咪？2:3，咁所以我直接寫啦。DI 比 IC 就會等於2:3，因此今次真係 DI 啊 ，DI 就等於35除以5再乘以2就會等於14。好，有冇人學？講得清楚？有。啊，因為呢度有2個細三角，下面有3個。DI 比 I，DI 比 IC 喎。DI 比 IC。唔係估嚟㗎。你好識講 IC，點係估咧？你自己都講 IC 出嚟。分號嚟嘅。ICC。好。咁咧 DI 就揾到啦。有冇人學？我唔清楚嘅話咧，咁最後下面我請幫完成埋啊。下面咧一樣都係分咗個大嘅線嘅，咁大嘅線，咦？好似唔使分大喎，直接用橙色筆呢個短。好，咁所以第一咧，請人幫我數一數 AF 比 FC 係幾啊？咁呢個大分波數一數啊。AF 比 FC 係幾？AF 係1、2、3、1、2咯？AF 係2 ，FC 係5，冇錯。咁啊，總共係呢個部分。咁所以咧就係2個三角形比5個三角形2:5，因此我哋嘅 FC 咧就會等於21除以7再乘以5，係咪21除以7乘3，3係15。好，咁最後翻埋嘅話咧，就大功告成啦。咁我目標要揾 FK 噶嘛，咁你冇理由冇咗呢個噶嘛，係咪？好，同埋呢度啦，好冇？同埋呢個，咁呢個剪咗嚟幫我數一數 ，FK 比 KC 係幾比幾？2比，冇錯。咁所以最後咧 ，FK 比 KC 就會等於2:1，因此題目嘅 FK 咧就會等於15除以整體嘅3份，目標嘅2份，咁所以就係15除以3乘以2等於10。咁啊，歸根究底 ，DI 14，FK 10，總共係24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屬於面積比反求單線比嘅概念。咁呢個咧睇落好似好多過程好複雜，但係其實咧你只要掌握咗第一步咧，其實後面咧全部都係一樣嘅相同嘅概念嚟嘅。有冇任何覺得唔清楚？
冇嘅話咧，咁例題8交俾你自己做啊。寫未？咁啊，俾少時間寫啊。好，咁依家咧，大家做例題8，咁我俾3分鐘啊，就開始。有嘅以前全部都係20，唔係調劑20，正確啊！三角形啊，大家冇揾等高嘅三角形同四邊形啊，大家會將三角形同四邊形撈亂啊。你揾線段比先啊。冇梯形啊，我哋唔會研究梯形啊。梯形算式咁複雜，咁點樣等高啫？夠鐘啊！咁有人做啱咗啊！咁我睇一睇有冇人幫我揾啱，我都一齊加一分啊！讀一次題目先。如圖所示 ，MOA 咁啊兩邊咧分別上有 A、C、E、B、D、F 6個點，並且 OAB、ABC、BCD 注意。橫跨陰影同空白部分嘅 CDE 同埋橫跨陰影同空白部分嘅 DEF， 佢哋嘅面積咧都係20。咁題目咧就偏問你陰影部分係幾多啦？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你要注意到一樣嘢，其實依家咧我哋已經撇除咗底乘高除以去揾三角形面積呢個概念，我哋永遠都用比例嘅呢一堂課。咁所以我哋研究下，其實佢面積咧主要就係關佢線段線。如果你要從比例去揾呢個陰影部分三角形嘅話咧，你最緊要揾咗邊條線段先啊？DF， 你最緊要揾咗 DF 同邊一條邊有線段關係，而嗰一條線段關係就將會係你嘅階梯橋梁。咁跟住咧，如果你以 DF 為三角形嘅話咧，比較直接嘅係 DFC。同埋 ODC， 如果你直接咁樣做嘅話，你一定做唔到嘛，係咪？因為題目就係問你陰影部分，你反而用陰影部分去求佢線段比，咁咪好會導致咗咯。因此，我要做嘅咧就係揾咗以 DF 為底，除咗可以構造 DFC， 你仲可以構造 DFE。我哋知道係20。咁我請人話俾你知啊！
請人舉手話俾你知啊！你 DFB 係其中一個三角形嘅比例關係叫等高啊嘛，所以另一個等高嘅三角形係邊一個咧？好，咁樣請交公司啊。DFC 喎，DFC 喎，呢兩條唔係平行線嚟喎，唔係，有啲好簡單，係呢個請係同啊。DCE 一樣都唔係平行線嚟嘅喎，都唔係。我哋又請食軒。FBC 一樣，個頂點唔一樣，係可以咩？BCD 哦，唔係嗱，首先咧，大家要注意一樣嘢啊，就係咧，你畫高咧係從對面頂點畫噶嘛，咁你從對面頂點你揾翻個一樣嘅頂點咪得咯？OD 可以，咁你就會畫到一個反過嚟嘅高啦，正確㗎。咁呢兩個咧就係屬於等高，非常好啊。咁我陣間計分。第一個咧，咁啊問多大家一個問題啊。當你揾咗等高之後咧，咁你當然要揾面積同線段有咩關係咧？咁咧我哋知道綠色同粉紅色係等高，而且綠色嘅面積係20，粉紅色嘅面積係80。咁啊請話俾你知啊，咁啊要啲同學，你話俾佢知 DF 比 DO 係等於幾比幾？DF 的面積是20，然後 DO 的三角形面積是80，所以幾比幾？1比4，正確。咁啊理論上咧就係20比80，亦都就係1比4啊，正確。好，咁所以咧非常多謝月明同埋月煙幫你揾到呢個關鍵條件啊！最緊要揾等高，等高延伸嘅核心概念就係從同一個點出發。目前為止有冇任何講得清楚？冇嘅話咧，咁下一步咧就真係揾面積啦。佢面積咧就會係 DFC 係橙色呢個三角形，又係一樣嘅問題。DFC 同邊一個三角形等高？ODC 正確啦。OK， 咁你可以見到喎，你今日要研究嘅 DFC 同埋三角形 BCO 係等高。但係我今日揾面積，所以面積俾人知道，但係線段比同時係等於 DF 比 OD， 咁 DF 比 OD 上面咪揾咗咯？好，多謝，一樣啊，咁都係1比4啊，一樣啊。唔係，即係嗰個唔係。1比4啊嘛，我剛才揾咗啊嘛。但係今日4份嘅面積唔再等於80啦，4份嘅面積等於60，所以三角形 DFC 亦都即係陰影部分咧，60嘅面積代表4份，我而家要扣1分，所以答係15。OK， 所以呢個題目咧，好多同學仔咧揾唔到等高嘅三角形，唔係平行線，冇等高嘅概念，所以你永遠都做唔出嘅。我揾到，但係我太慢啦。計啦，各位。好，一條俾少時間大家寫低啊。有冇任何講得清楚？冇嘅話咧，咁啊，剛才請咗大家，係咪得咧？咁啊，幫同學仔知道，若依晴天，可以，咁啱咧，有我哋嘅若依同我哋嘅葉明，即係出現都做啱咗啦。好，咁依家咧。大家未寫完嘅就寫低題目。如果寫完嘅話咧，依家去做拓展練習4。呢條唔難嘅，但係你睇得明個同學識啊。好，而家開始。我睇唔清楚邊點係 B 啊。
3分鐘啊！我唔明邊一點係一，邊一點係A 係喺邊個點 ？A 係個面積嚟嘅。A 係邊個點？A 係面積。係面積，小 A 係面積。畫呢個，好上個 A 面喎。抄佢三個。A B 喺邊度啊？C。我都係合。F B 等唔等於 D H 啊？A B 係咪喺A 行嗰個 C 喺邊度啊？C 係咩？我而家講啊！邊個點啫？我而家講啊！ A 係我而家講啲點喺邊哦，好。？A、B、C、D、E、F。OK，聽到？你得分鐘啊？ What？嚇？我都咁快咩？我定咗啊！同我放緊。我俾個提示大家，我俾個提示大家，個提示喺度啊！個提示係你可以將呢條線為直線，即係作為重點去研究。直線係直線啊！我明白，即係有咩用？呢條線係直線，你本書睇落咧就有少少可能算咩嘅，睇睇呢個線。你講。冇講嘢。好，得啦。好，首先咧，我話前面咧有啲比例咧要大家揾翻出嚟，咁陣間咧我請逐個講啊。我讀一次題目先。已知道 A B 等於2/2 BD，B E 等於1/3 EC，C F 等於4/4 FD，D G 等於5/1 CE。三角形 A B C 嘅面積係 A。已知道 F D G 比 D G H 比 G H I 比 H I J 比 I J K 比 J K L 等於2/3，比4比3比5，一米部分面積幾多？咁呢個題目咧好多嘢咧都要你標上去，咁我逐個標先。首先第一咧線段咧其實佢冇俾關係你，咁我請人幫我標一標啊。首先先嚟做第一個，咁第一個請火姐幫我完成一下。A B 等於2個1/2個 BD，所以 A B 比
BD 是幾比幾？幾比幾？1比2。1比2，對。咁大家咧都可以同時將呢個比例標上去啊。咁 AB 喺呢度 ，BD 喺成條，因此佢等於1比2，即係等於右邊係1，左邊係1。所以大家咧可以輕輕標上去1比1呢個位。好，咁啊下一個大分嚟。BE 等於1/3個 EC， 因此 1比3可以。冇問題。所以 BE 咧係1分，然後 BC 2分。好，下一個，咁啊下一個改名試下。CF 等於1/4 FD， 因此 CF 比 FD 等於1比4推擊。因此 CF 1分 ，CD 3分。哇！好，小心啲寫啊，小心啲寫啊。咁啊，下一個，梁光同學，你幫我發呢個好 ？DG 等於1/5 GE， 因此 DG 比 GE 等於幾比幾？1比4唔得，1/5個，所以呢個應該少啲位，冇問題。咁所以咧 DG 喺呢個位置，由 DE 喺4分呢個位置。咁咧第一步咧，大家要將呢啲等式關係咧，我只不過係將題目條件寫上去 ，OK。然後咧，所以第一步咧，你要將題目條件寫出嚟啊。然之後下一個咧就係 ABC 嘅面積係 A， 然後 FDG 係2份，然後 DGH 3份 ，GHI 3份 ，HIJ 4份 ，IJK 幾多份？3份 ，IJK， 最後一個係 JKL 5份。所以大家咧簡單將呢個題目條件寫上嚟啊。好，咁呢個題目咧，如果大家等公模型做得熟嘅話咧，咁啊呢個題目第一步咧應該好快做得出嘅。咁大家望住啊，我只講一次啊。第一，1比1，所以呢個係2A， 有問題。然後2份係2A， 1份係 A， 總共係3A， 有問題。我講到第二步啊。然之後我寫呢兩步嘅步驟先，我寫呢兩步嘅步驟先啊。第一 ，AB 比 AD 等於1比1，因此三角形 BCD 咧就會等於 A 乘2 1加1，所以就等於2A。1加1。冇錯。呢個第一步啊。咁呢個2A 喺邊咧？我幫大家關注啊。就係呢個 BCD 嘅位置，有問題 ？BB 喺邊啊？最舊可以用。叫我幾多 A 嘅形式寫低？第二個，即係我啱講嘅3A 呢一步。3A 呢一步咧，我將佢擴大到 CD2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上邊同下邊係等號，所以大家跟住一齊寫過程啊。BC 比 BE 等於2比1，因此三角形 CDE 就會等於2A 除以2，再乘以1加2，合共係3A。所以粉紅色嘅部分咧，總共係3A 嚟嘅。有冇任何講得清楚？3A， 唔好意思，因為寫到右邊有啲障礙。跟住咧，下一個咧，我翻起身，我請人話俾我知係幾 A。咁下一個咧，我想要研究嘅藍色部分，我需要研究嘅 DEF，
咁 D F 咧，我先畫起身，你哋可唔可以舉手話俾佢知等於幾？好，咁呢個自己同學 D E F 係幾？4 A， 因為三份代表3A， 四份代表4A， 所以大家跟住一齊寫過程啊。C D 比 C F 就會等於3比1，因此三角形 D E F 就會等於3A 除以3再乘以1加3，答案等於4A。目前為止有冇任何覺得唔清楚？冇嘅話咧，最後一個你仲可以跟呢個比例關係放嘅，咁我用埋最後一隻淺綠色，咁呢個請人講啊，咁呢個請畫停，你可以話俾佢知，我框起身嘅淺綠色，你可以話俾佢知用 A 表示嘅面積係幾多 A？ 望住手指 ，D E F 係4A， 四份代表4個 A， 連埋 D G 5份代表。5A， very good， 所以大家咧跟住我寫埋最後一個過程啊，佢個過程係類同嘅。因此 D E 比 D G 等於4比1，所以三角形 E F G 就會等於4A 除以4再乘以1加4就等於5A。OK。然後咧呢度要注意啊，因為咧依家咧我哋係用緊紅色呢個條件，紅色呢啲比例線嘅條件。依家你目標咧就係將佢同綠色呢個掛鈎，所以其實你揾成個咧就未必有用嘅。所以跟住嚟咧，我哋就要將呢個5A 分割成為4個同左邊一個 D F G。所以下一步咧，我哋先揾咗 D F G 就會等於5A 減4A， 亦都就係1個 A 先。所以歸根究底，你揾咗咁耐咧，出面呢一塊咧，我喺度標清楚啊。出面呢一塊咧，同入面呢一塊咧，其實係一樣大，大個都係 A 嚟嘅。OK。咁即係個比例入面嘅1份就等於OK。目前為止有冇任何覺得唔清楚？相當複雜啊！咁你有算係俾我哋3分鐘？我如果知道可以用。唔係，其實我想講，如果你做得熟嘅話咧，其實好簡單嘅。點會話好簡單咧？你望住呢個係 A， 放大咪2A， 放大咪3A， 然後再放大藍色呢個部分4A， 再放大5A， 30秒做嘅事。咁但係點解會咁複雜？唔係，咁寫個過程睇落去比較複雜啫。好，目前為止有冇任何覺得唔清楚？跟住落嚟咧，下一步咧就要仔細研究一樣嘢啊！下一步咧，你而家咧就同深綠色呢個部分相關啦。因此咧，你希望咧，你可唔可以通過2呢個比例直接掛鈎到3同或者呢個陰影部分比例咧？你會發現咧，其實依家咧係比較難，因為咧依家呢個情況咧，剛好同剛才一樣。佢俾嘅條件其實係陰影同白色混合埋一齊嘅，所以基本上係做唔出。但係我哋可以用翻上一條係咩概念？我今日目標係咪要揾 LJ 呢條邊啊？因為 LJ 咧係陰影部分嘅底邊嚟㗎嘛，係咪？所以其實我目標咧係要揾 LJ， 而 LJ 顯然易見係代表題目已有條件嘅 LJK 嘅5份裏邊，邊個三角形同佢等高？JK。係等高嘅，所有咩問題？有冇人講呢個？冇嘅話咧，咁我哋跟住咧同埋位寫咯，唔緊要，仲有位嘅。下一步咧就可以寫 LJ， 比起我哋嘅 JF 咧，其實就會等同於三角形 LJK 比三角形 KJF 嘅面積。
咁以後嚟咧又未去到好簡單嘅，未去到好簡單。跟住嚟咧，你顯而易見 LJK 係代表5份，另外一邊咧你只要做個加法就可以㗎。咁個加法咧就係3加4加3加3加2，總共係好靚個數，總共係15，所以理論上咧就等於1比3，冇錯。OK， 有冇有？清楚？好。有冇學傾偈啊？個概念係一樣㗎。個概念咧就係依家我冇用到陰影部分嗰一個底嘅面積，咁所以下一步咧我就用翻陰影部分底個面積。依家陰影部分底係咪 IJ 啊？我要連翻去陰影部分嘅 ILJ。咁 ILJ 同邊個等過啊？JIF 可以。然後啱啱我哋係咪揾咗 LJ 比 JF 係幾比幾？1比3，所以右邊嘅呢個成分就係代表住3份嘅面積，但係我哋要知道，我唔係要知道裡面係幾比幾比幾，我知道實際面積，而我知道綠色呢個部分係咪 A 嘅 ？OK？A 係代表2份，依家裡面有幾多份？大仔細數啊，4加3加3係10，總共有12份。所以啊，各位寫啊，我寫呢邊啊。所以咧，跟住我寫啊，跟住嚟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，三角形 LIJ 比三角形，呢個咧係我哋嘅陰影部分啊。俾我哋嘅三角形 IJF 啊，就係等於1比3。咁同時間咧，三角形 IJF 咧，咁佢面積咧就係以 A 出發，然後 A 係代表2份，依家有12份。OK， 咁所以12除以呢度啦，所以等於6A， 所以3係代表6A， 1係代表2A， 所以整個答案2A。我係我諗住 A 又冇睇到 A 啦。你如果冇一個實數，你點樣知道其實個實數係幾多？所以整個答案係 2A 啊。咁呢個題目咧，就真係將我哋學過嘅嘢咧用到極致啊！首先第一咧，用呢個線段比變翻個面積比；第二咧，用翻呢個面積比變翻線段比。你要先揾個線段再求面積嘅。咁所以呢個咧睇落個圖咧，其實係相當複雜，但其實裏面所有嘢咧，你都學過㗎。有冇問題？面積比對線段比，線段比對面積比。有冇人做啊？有冇人做啊？有。但係佢冇做。有，確實係真係有人做啊。但係佢冇做啊。確實有人做。但係佢冇做過。我俾30秒時間大家寫低先啊！俾30秒大家寫低。咁大家咧，可以將書揭到去新一堂課第27頁先啦。邊個做啊？同1咧，其實就同我哋商業考試中一條題目好似嘅。我哋睇睇有冇先啊。2A。好，咁啊啱咧，同學仔做啱啊。林月明。加10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嚟開始新一堂嘅課堂啦。咁今日呢堂課咧係數論嚟嘅，係嘛？數論咧其實喺課上面咧係好重要嘅概念嚟嘅，因為我哋會不斷咁樣研究數裏面嘅理論去擴展成個數嘅模組。咁我哋睇睇今日學嘅內容啦。咁今日學嘅內容咧就係關於新嘅整除特徵，當中包含咗一個最主要嘅數，就係11。11咧有3個整除特徵嘅，你可以根據唔同情況用唔同嘅整除特徵，分別有1段差、2段和、3段差。7同埋13只有3段差呢個特徵。今日咧我哋會將基本上所有嘅整除特徵咧都學晒，所以我哋咧亦都會進行一個綜合應用。跟住嚟咧，有時候你哋會見到一啲你冇學過嘅整除特徵，例如23、47，嗰啲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用試除法完成。下一次我哋再遇到嘅時候咧，會對於佢元素進行分析。幾年班嗰個整
以11咧，除咗可以直接用長除法之外咧，仲可以減細嘅，仲可以用一啲巧妙啲嘅方法嘅。咁呢個巧妙啲嘅方法咧，我哋整體説俾大家。大家望住，依家嚟咧，假設有個數叫做 A B C D E F， 所有嘅整除特徵咧都會用兩個技巧去證明嘅。第一個咧就係位值原理，第二個咧就係整除性。所有嘅整除特徵咧，基本上都係用呢兩個概念去證明嘅。首先咧，點解要用到呢兩個概念去證明咧？因為其實依家嘅難點咧就係呢個6位數直接除以11好難嘅，所以我哋不妨咧將佢拆開佢。首先對於 A 嚟講咧，佢將佢10萬位，所以叫 A 乘10萬。B 咧喺萬位叫 B 乘1萬。C 咧喺千位叫 B 乘1000。D 咧喺100位叫 B 乘100。然後 E 咧喺10位 E 乘10，同埋最後嘅 F 乘1我唔寫 F 乘1啦，啱啱好唔夠位寫。依家咧，如果你淨係用位值原理呢個概念咧，你將一個除法咧變咗做6個除法，所以依家係複雜咗6倍。但係咧，我而家咧仲要研究埋整除性，我哋從後邊研究會好研究啲嘢。首先咧，對於 F 嚟講咧，冇得變，冇得變。咁所以咧 F 咧你要維持為 F， 清楚？但係 E 乘10嘅話咧，11E 乘，你可以將佢思考成為一個可以俾佢整除嘅數，咁你可以將佢整除嘅數咧就叫 E 乘11。咁呢個數咧除以11咧，我就唔需要考佢啦，因為佢永遠都係餘0。但係依家你補多咗一個俾佢，你後面就要減翻一個。所以你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單通過10E 加 F， 我已經可以淨係研究 F 減 E 嘅整除性，代表住呢個 E10F。如此類推，100D 好接近佢11嘅倍數係99，所以可以將佢化為 E 乘99。但係同啱啱唔一樣嘅概念，啱啱係我補多咗一個，依家我係要少咗一個，所以我喺後面咧要加分。如此類推 ，C 嘅話咧，1001，所以你就要減翻一個 C。B 嘅話咧，9999D， 所以最後咧就要加翻一個 B。最前面呢個咧一樣嘅概念。就叫做 A 乘以1000001，再減翻 A。咁呢個咧係永遠都可以咁做嘅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前面嘅部分咧係咪全部都係11嘅倍數啊？所以咧前面全部嘅部分咧11嘅倍數除以11咧就會餘0。因此你唔需要計呢個6位數嘅，你只需要將呢個6位數拆開佢，變成1位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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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位。用最後嗰個思考起身，基數段減偶數段，1加1減1加1減1加1減，咁樣就可以研究到除以11嘅餘數。呢個部分除以11嘅餘數咧係等同於原來嗰6位數，清楚？咁喺度咧，我喺度解釋一下點解再多位數啲咧，其實永遠都成立嘅。咁其實原因非常之簡單。首先咧，我哋從呢個思考起啊 ，D 乘99。點樣變成呢個咧？其實非常之簡單。你99係咪11嘅倍數啊？你將佢倍大10，佢係咪都係11嘅倍數啊？你將佢再加11係咪都係11嘅倍數啊？咁嘅話咧，9999，如果佢係偶數過1嘅話咧，都係11嘅倍數。所以咧，你係將9999倍大10倍，變成11嘅倍數，再加11，全部都係咁。全部都係咁，咁呢個咧就屬於一個拓展知識嚟嘅啫。對於呢個整除性咧，其實冇太嚴謹嘅證明。但係咧，我哋想要核心咧，就係我哋可以思考到從後面思考起身，1加1減1加1減1加1減，其實目前為止好複雜。但係你可以見到咧 ，F 呢個位係咪從後面數起嘅第1段啊 ？D 呢個位係咪從後面數起嘅第3段啊？然後 B 呢個位係咪從後面數起嘅第5段？
段，所以咧撇除一加一減一加一減，好咧。你反之咧可以將所有嘅奇數段加晒起身先，然後將所有偶數段嘅加晒起身先，然後再一次過減嘅，係。如果減出嚟冇問題，我陣間會遇到，陣間再講。咁如果偶減機？唔得，偶減機唔得嘅，因為你嘅證明過程咧一定係少一個多一個，少一個多一個，所以一定係一加一減一加一減一加一減，所以一定係奇數段減偶數段。好，咁咧延伸住呢個概念，咁我哋去做一做第一條題目啊。第一條題目我做示範，其他全部你自己做啊。第一條373516，後面睇起奇數段係6加5加7，大家寫低40啦。偶數段係1加3加3等於7，一段差即係奇數段減偶數段，即係11。呢一個答案除以11嘅餘數同呢個6位數除以11嘅餘數係相同嘅，同餘嘅，所以11除以11餘0。唔好意思，可以整除打個平衡。好，第二條聽住做啊，第二條點樣？474331，奇數位和係1加3加7等於11，偶數咧？冇錯，佢已經從後面睇起啊，等於11，11減11等於0，0除以11同原來呢個6位數除以11嘅餘數一樣，咁0除以11餘0咯。0除以11都要0餘0。好，下海勤621877，幫奇數段加起身7加，唔得，後邊數起7加等於冇錯，偶數段等於冇錯，咁所以咧奇數段減偶數段咧就叫17減14等於3，所以佢唔能夠被整除餘3。咁所以咧前嗰3個咧就展示咗用呢個筷子嘅整除特徵去研究啦。咁呢個整除特徵嘅過程咧就要奇數段加翻齊先，偶數段加翻齊先，然之後計出你嗰啲答案。佢嘅答案除以11嘅餘數同呢個一樣。咁所以我哋會簡化成為奇段和減偶段和會等於1段差，所以1段差除以11嘅餘數等同於原來嗰數啊。清楚？最後呢個咧好特別啊！最後呢個大家望住0加9加2等於11，後面8加8加6等於22，唔能夠調轉減，所以一定係11減22。唔夠減點算？大家望住，如果咧有個數咧出個最難嘅 a 除以11餘3。大家知唔知下一個除以11餘3嘅數係 a 加0嘅？11。大家聽住，喺11嘅整除性裏面，每11個數嘅一個同餘嘅數，呢個容唔容易理解？容易理解。因此，如果唔夠減嘅情況底下，我要揾翻個同餘嘅數。依家唔夠減，我就加多11俾佢，唔會影響佢嘅餘數，但係答案係計得出等於0，所以0除以11餘0。呢個咧就係11嘅第一個整除式。唔係，可以調轉減嘅喎，即係如果唔整除嘅情況，譬如你減出3嘅嘢，調轉減就負3。整除嘅情況底下可以調轉減，因為無論你點減都係一個11嘅倍數。但係唔整除嘅情況底下，你唔可以調轉減。啱啱咪證明過一次咯，佢一定係多一個少一個，多一個少一個，多一個。唔整除嘅情況底下，結果係唔一樣。你到底係咪執分佢嘅？唔係，佢揀唔。我舉一個例子啊，1、2、3、4 ，OK， 奇段和，好似調翻轉4、3、2、1，
基段和要1加3等於4 ，OK？ 偶段和會等於2加4等於6 ，OK？ 理論上咧，根據大分嘅説辭啊，6減4等於2，所以答案係咪如意？唔係。我做呢個1、2、3、4除以4、3、2。我將呢個4、3、2、1除以11做俾大家睇下。33，102係咪？9係嘛9，31，兩個22餘9。佢哋係相對嘅概念，一定要4減6嘅，一定要4減6，然後唔夠減再加11，所以會等於9。點解咧？因為如果你調翻轉減嘅時候咧，你相當於用咗個數，用11去減佢，所以原本佢餘9，你用11減9就會等於餘2，你係計咗佢完全調翻轉嘅答案。係。咁可唔可以好似大分咁樣調？唔可以，唔可以。係。即係11減大分計到個數嘅真係數。係啱咪咁樣講咯。係啊，係。加22。加33。加11個倍數。加1000。呢個問題問得幾好啊！好，大家咧依家用2分鐘做咩啲嘢？如果唔整除嘅話咧，要寫翻佢嘅元素。冇數，所以係要直接同。係你而家加數係0嘅時候直接舉手喎，你而家。都做啲咩？基段和3加5加1。如果唔整就要寫元素。揭開第28頁，第28頁仲有咩同學仔舉手？28頁仲有咩同學仔舉手嘅？家分享。好，我睇手啊，坐下我。坐下我。好，嗱跟住咧，我哋講埋呢條啦，你有寫出嚟。做完拓展練習3之後咧，可以做拓展練習2啊。但係咧，我陣間翻嚟咧，唔會講拓展練習2住啊。做完嘅話咧，安靜舉手。
數啦，數錯數。好，繼續講啦。咁呢個題目咧，講一次題目先。我同你講呢個題目主要想考嘅內容啊。一個19位數啊，咁就叫9個7，然後中間有空格9個4，能夠被11正除頭方格裏面嘅數字。首先第一樣嘢你要知道，呢個係一個數，因為佢上面有上劃線，所以記得啊，如果上劃線嘅話咧，佢代表一個數，唔係代表成格。其次咧，空格嘅部分咧係一個1位數啊，所以呢兩個前提概念你要知道。然後其次咧，佢今日係除以11嘅正常特徵咧，眼學過就係從後面思考起身，用基數段減偶數段計出嚟嘅一段差咧。呢個答案咧，其實同原來呢個19位數除以11嘅元素一樣嘅，所以大家跟住一齊寫低，用一段差基段之和減偶段之和計出嚟嘅答案咧，同原來嗰數係一樣嘅，所以大家跟住我寫低呢個中文字。因此，我哋分開計基段和同偶段和啊。咁呢個題目咧，因為咧個數比較細嘅佢數位，咁所以其實你係可以絕對可以咁樣做。寫嘅方式咧就要777777777寫晒出嚟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咧呢個機構性去分析，如果從後面思考起身，好似係用4先啦。9個4。其實從後面數起有幾多個4喺基數段咧？5個，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寫4乘。咁啊，9個4率有5個4係喺基數段，剩低嘅4個4咧就係偶數段。而且最後呢個數字4咧係喺第9個位，所以空格咧係喺第10個位，亦都即係偶數段。同理，後面嘅7咧係從11開始，11嘅基偶性同1係一樣嘅，所以一樣都係有5個7同埋4個7，分別喺基段同偶段。有冇人學得唔清楚？冇嘅話咧，依家你就要將基數段去減偶數段，計算出一段差。一段差，大家冇咁傻豬，直接計個數出嚟。5個4減4個4，剩低1個4。然後5個7減4個7，剩低1個7。然後記得嗰一個方格位置係要基段減偶段，要幾啊？減嘅。咁所以咧，一段差咧就等於11減方格。呢度注意啦，因為原來嗰19位數除以11係餘0，所以一段差除以11都要餘0。咁我哋從答案出發，答案最細可以等於0，但係如果答案等於0，方格等於11，兩位數唔啱，答案仲可以等於11，答案都要11，方格等於0，冇問題。仔細思考，然後答案可唔可以等於22咧？可以。唔使明。負數嚟，好啦。所以答案方格等於。寫低完整做題過程啊！寫低完整做題過程。OK。有邊個方法咧？除咗可以幫你做19位數，仲可以幫你做2025位數啊？一樣嘅啫。咁你唔係跟住2025位數咧，上面咪比下面多一個咯，上面咪比下面多一個咯，咁佢答案冇變㗎嘛，答案冇變㗎嘛。
變成減一除二。位數有呢個分都答案都係零。頭先第一乜嘢位數校裏面嘅結構係咁樣先得嘅。好，咁咧我哋啱啱講完第一題，有冇任何覺得唔清楚？好啊，有問做啱呢條題目，我交啦。好，我哋交分啦。大家有冇做啊？同埋藥醫同埋陽光同埋大分嘅老闆。好，有冇大家小息一陣？Don't worry, you can take my scissors because I use my scissors in kindergarten. A B C。有，不能超过。加翻。好有意思。如果你做下次多之後先做，唔好寫咁快，打一打之後嘅知識。